好 ，OK。好来，来对下啊，就拍伫面床祈祷吼，即个真心啦吼，三好囡仔拍伫面床祈祷，讲感谢上帝，食酒配虾仔鸡吼，顶我是读过这无，敢若有啦吼，但是我嘛袂记，虾仔鸡毋知影啥物意思吼。神仔的牛吼，互头牵去，我毋知吼。伫听你介济人听见笑甲吼，哈哈叫。来海金星几若暝见笑毋敢阁祈祷。老母就阁教伊。然后就逐暝逐早起吼，接线阁祈祷。毋是接线阁祈祷吼，就是接线阁祈祷。食饭也会晓道谢吼。着这我拄则读这应该是顶回无读，也未读着啦。顶回是读甲讲好安尼尔吼，讲叫伊讲啊祈祷伊讲好吼。就拍伫面床祈祷讲，伊拍伫面床咧祈祷，外口大家拢有听哦。好，就拍伫面床祈祷讲啥物呢？咱来看伊祈祷啥？拍伫面床祈祷讲这拍哩应该免解释吧？拍就是面下啦吼，面下面。倒伫什么所在安尼吼，叫拍吼，趴着啦吼，拍。好啦，学一个啊 ，PHAK， 定拢想讲这毋免读的字吼，就学着一寡奇奇怪怪吼。PHAK 吼，拍。汉字伊是用反复迄个复啦吼，拍吼，复心吼，例句看有啥物例句？拍笑毋捌听过，拍得困吼，拍得困吼，就是困的时阵拍咧吼。点会拍落来，这应该是讲点会关点会了钱了甲关点的意思吧。等下看下日本规则吼，遐拢无规则。公婆拍狗屎，毋捌听过来。后壁规则讲公马牌囥伫狗屎顶吼，意思是散甲拜祖先的钱都无吼。公婆拍狗屎，我毋捌听人安尼讲，歹听话啦吼。莫安尼讲。不管是对别人的对家己吼，莫安尼讲。OK， 拍笑是有子母气多阿父母气，就是父 and 养安尼，这叫做拍笑。为什么这叫做拍笑？看无？拍困有三个，你摕咧面床顶，原则上会有三个方向吧。一个是较只偏踮咧面床顶的意思，也是你面看天棚嘛。安尼做困瘫笑。你平身，平身的是面向枕头，骹床较只偏向天棚，安尼做困瘫拍。这两种对。第三种就是你的肩胛头。不管倒面正面，你的肩胛头踮咧面床顶，也就是你的正身，也是较只偏是边的，还有做困瘫起。所以原则上，你咧困的时阵，就是这三种姿势。你要困的时阵啊，困瘫笑、困瘫拍、甲困瘫起安尼。所以伊咧讲的，困瘫笑、困瘫拍迄个笑甲拍，就是向天棚甲面向。枕头还是面床安尼，我咧摇应该是安尼，因为我是听你读念的遐话。拍感谢马文吼，因为即个拍笑即个笑字吼，
我毋捌安尼用过，所以我袂晓吼。感谢我看觅笑哩，困贪笑，我头摆听到即个，我是学台语才听到即个讲法，讲做困贪笑，我嘛毋知为啥要笑，安尼较困了啥？困贪笑的笑是第3条、第4条、第3条。用汉字是讲笑眯眯的笑来啦。第3条，第3条吼。我即马咧查即个笑字吼，汉字嘛是就是迄个 smile， 迄微微啊笑迄个笑吼。有3个意思，第2个意思就是面天叫做笑。我今仔才学着啦吼。第1个意思就是咱大家所知影迄个 laugh smile 吼。第2个意思就是面天吼。有一个例句是叫做吸笑，就是拍落甲吸笑就是就含拄则迄个拍笑相款哈，吸笑拍笑就是相款，就一个吸落，一个拍落，啊一个笑嘛吼。唉，现在看迄原文迄个日文版较清楚。笑第2个是欧美地母气，欧美地母气是顶啦，天顶啦吼。阿拉姆气吼，吸笑吼。啊，个也是贪笑，贪笑就是啥物方向吼。但是伊无写贪笑迄个大文版新网爱即只无写贪笑吼。好，另外第3个意思，所以这3个意思完全拢无相共意思吼。第1个是 smile， 第2个是面天嘛吼，第3个是色水较浅吼，笑色吼，嘿，笑色，嘿，对，嘿啊，完全无共意思。这字汉字会当用来，这字会当用来用3个意思吼。其中这2个意思，头尾这2个意思我知影。第3个意思嘛是足晚期才学着，这几年啊才学着啦吼。笑色吼，今日才学着即个笑，还有即个面天的即个意思吼。哦，所以加现字词典吼，有好无歹吼。所以所以查叹字，伊就有叹笑、叹气、叹拍。嘿。THAN 第2条。好来。叹笑、叹气、叹拍。春上佳音这本字书顶，叹笑、叹气、叹拍。贪车吼，袂使贪笑吼，贪笑困吼，困贪笑，就拄则马文讲的吼。好 ，OK， 贪坏吼，这是我较知影，贪肥贪坏吼，这我都较知影。因为讲到贪肥，就是讲，共考试的时阵，伊拢嘛大贪坏的，也是大贪肥的，就是伊变大箍啊。哦。横就长啊，毋是抽悬嘛。咱一般人讲啊，一米大一寸，希望囡仔会使抽悬嘛，对无？啊，结果伊煞无抽悬啊，所以人讲伊拢嘛大贪坏啊，横着长。好，咱甲来趁来个趁字来甲学一下吼，趁啊，这跳过吼。趁就是趁就是啥物方向吼？趁车吼，趁车就是上下倾斜吼。贪亲就是贪腐啦吼，贪亲。贪笑吼，拄则讲笑就是面天嘛，贪笑吼。贪笑天吼，就是面天啦，相款吼。贪撮吼，贪撮做贪撮抓。贪抓对角线啦，所以对角线你可能袂晓讲哦。贪抓吼，我今仔才学着了吼。贪抓就是因为是斜着嘛吼，斜向的线，对，贪抓吼，抓是一抓两抓，就是一个抓是要怎讲，一个 column 吼。
无一定是 column 啊，看伫落一个列还是一个行拢叫做纸啦吼。摊纸纸吼，摊纸目吼，摊纸目的斜视，摊纸的已经是斜摊纸就是纸就是歪纸去啊吼。摊纸目就是斜眼吼，斜目横目。摊粗相反咯，就是起嘛，粗是倾斜吼，有一个 slope 吼，加摊粗吼，摊厚都含拄则摊轻相关意思吼，摊肥摊滑拄则讲的吼。例句讲下摊肥，这啥物意思啊？摊肥12，形容代志纠纷或者是杂乱，下摊肥12。看一下例文版，下摊肥就是有可能恶去吼，所以伊迄中文版佫无解释，佫含后壁迄个摊肥12两个写做伙，我想讲拢共款是意思吼，无共意思啦吼。下摊肥就是你甲物件囥摊肥的嘛吼，有可能恶去吼，有可能恶去吼。摊费12是，就是拄则讲代志真混乱、真杂乱吼。摊费12，为虾米12毋知啦吼，毋是13吼。好，过来，摊费生哦，这是懒散的一种，就是囡仔摊费生啊，这都生袂出来，这都真严重啊吼。摊费生，另外一个拄则就是马文讲的啦，就是尾肥臃肿的骨骼，生做摊肥吼。但是这只后头有尾有肥啦，臃肿，因为你无抽管，你摊肥生嘛吼，就是安尼讲。大摊肥的，大摊肥，摊肥生是毋是胎位不正？两个意思啦，就是一个是胎位不正的，摊有两个意思嘛。那个就是横向发展。啊，对，一个是横向发展，一个是胎位不正，是懒散吼。好，摊壳就是拄则讲的壳，壳笑，壳甲笑吼，壳就是往下，向下吼，摊壳吼。下摊壳就是往下覆盖着安尼，下摊壳吼。困摊壳就是拄则讲，拄则嘛是讲啥困摊笑，困摊起，困摊拍吼。伊就是讲壳吼，壳甲拍共意思啦吼。摊起、困摊起、倒摊起吼，摊徛就是竖直啦吼，摊徛吼，摊徛目垂直竖直徛直吼，叫做摊徛。摊起身是上半身倾斜吼，摊起身吼，倒摊起，摊拍吼。咱拄则所讲的这每一个例句例数，伫咧华语拢无法度直接翻。我的意思就是讲，咱拄则所讲的每一个词，你华语拢讲袂出来，所以你若干那要讲华语，你今仔日要翻台语，你拢翻袂出来，所以绝对即寡词拢爱字词典留一遍了，拢爱学起来吼。啊，当然学偌济算偌济，毋免强伊遐记掉啦吼。摊拍吼，我的意思是，你若真正袂记，你转来查即个摊你拢看会着啦，就会当搁甲扣转去啊吼。摊拍、摊屁、这是啥物意思？哦，拍、卡、屁拢是相关意思吼。讲屁伫涂骹，拍伫涂骹，拢是相关意思，就是趴在地上吼。屁 PHIH 吼，当然再来查这个屁吼。摊平吼，摊平，我所知的意思就是，若酒醉你行落去。会平吼，或者是偏啦吼，我可能是毋是胸口迄款呢？我小记一下咯，嘿，行路会平吼，会偏吼，有诶讲。啊，对行啦，吴斌讲一首歌内底，就是上尾啊，迄幕就是差不多即个动作，就是饮酒醉啊，各位知，更清楚，算清楚知路通转啦。啊，即个行的时阵，就是安尼左摇右晃安尼，等平的安尼。嘿，
OK，你拄则讲，歹势我无注意听，你讲啥物物件？讲啥物人的歌？嘿，伊叫永远袂记迄首歌啊。哦，是啥物人唱的歌？敢是MV 是吴鹏凤内底演一个角色。啊，你讲的是？哦，迄条歌内底有即个词就对啦，摊平哦。无迄个动作，迄个动作就是平，咧平嘿。上尾迄个动作就是咧平啊。啊，含少年啊，烧长头诶，就讲一寡少年啊，就是啥物八家将迄个，就是讲，伊要真做世界中心，搁无想要人家注目，吼，家请家赢家看呢。啊，迄两个人烧长头时阵，伊就讲会青遐笑，啊，甲伊就甲你讲，看你缘投啦，安尼吼，迄个本来要亮起来，迄个气氛，听着讲看你缘投，去用煲一个迄个火气就花气啊。所以最后无是啊，就是咧拼，已经迄个时阵就是已经咧拼啊。好，摊平啦吼。摊平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讲通过结尾的所在的时，将身躯掠肥吼，掠摊肥吼，叫做摊平。毋捌定人安尼讲。好，啊来就例句啦，讲烧翕摊平吼，毋捌定人讲吼摊平吼。第二个意思就拄则猫讲吼，酒醉骹步骗来骗去吼，摊平吼。摊平心就是应该是拄则第一个意思的共款的，迄个身躯掠摊肥吼，安尼来甲硬指过啦吼，摊平吼。摊比是歪曲事实、乌法律来贪互人吼。拄则有学着贪互、贪亲啊吼，即嘛是贪比啦吼，共款意思吼。摊边就是侧面吼，圆的吼。摊边心，侧身体的侧面吼，叫摊边心啦吼。摊臂嘛是横面叫做摊臂，这我拢摊臂，其实我拢今仔日才学着啦吼。可能听着知影意思啦，但是家己袂晓安尼讲吼。下摊臂吼，摊臂就讲意思吼。摊边是水平线水边啦吼，摊边。来，咱来看伊例句讲。即条线掠摊边才会用得，吼，摊边就是坑摊边啦，水平线的水平啊，即条线就掠摊边吼。就爱就是你若用迄个水平仪去量的时候，无摊边啦，不够水平啦吼，就是迄个摊边，就是即个摊边，所以。用我就会晓用啊，规则才袂晓规则，就是水平啦吼。摊平抓是水平线吼，摊直吼，掠直啦吼，掠肥就摊肥嘛吼，掠直摊直吼，下摊直吼，摊倒就是横倒，摊倒运者。定干乐的一个游戏吼，定干乐的游戏叫摊倒运。毋捌听人咧讲的，好，拄则讲我要来查两个字，一个是平，吼，平行路的平的平，即个平字 ，PHIN 第五条 ，PHIN 第五条，为什么我拍袂出来？拍毋着。我两只 keyboard 伫倒顶，拍毋着 keyboard。平吼，我看觅，楼骹有一寡新朋友啦吼，真欢迎你吼。我最近定咧看 thread 吼，thread 的演算法吼。
会互你有一种错误迄种误解啦，吼，迄种误解讲啊，敢若全世界拢合你想的相像，吼，其实完全毋是安尼吼。所以呢，譬如讲，我最近定看到就是，讲台湾人因为进前迄个林义雄因兜会向拍做电影即代志，所以就整个人足侪人去开始去有兴趣去了解台湾史，吼啊，我看足侪人敢若有兴趣去甲台语要甲捡倒来，吼。是啦，是有安尼无毋对啦，这是事实啦。但是呢，这毋是全世界吼，这毋是全世界的情形，这毋是普遍的情形。我相信伫台湾，这原来是个少数啦吼。好啊，所以呢，有兴趣转来捡，甲台语捡倒来，当然咱就欢迎啦吼。但是无各位毋通乐观到认为讲台语从今以后吼。按怎复兴搁复兴吼，是我是当然咱是安尼望，但是绝对毋是目前个事实啦吼。我感觉搁差一块吼。好，咱转来看即个历史典吼，平吼，我拄则讲平吼，平是其他腔口啦吼，伊讲平甲平是无腔口差尔吼，行路平的平吼。两个我拢听过啦，所以我嘛毋知影讲到底阮的腔是讲爱讲平爱讲偏吼。行路身躯掠袂在吼，这就是规则吼。行路身躯，行路的时阵身躯掠袂在，就叫做偏啦偏啦。啊，你所以不管是你啉酒醉，还是人戆吼，行路的偏的偏吼，拢会使安尼用吼。例句酒醉得偏吼，酒醉得偏吼，对偏对高啊落去吼，因为你行路煞偏直偏偏的偏吼，再偏对高啊落去吼，偏过来偏过去吼，偏过来偏过去吼。第二个意思是，飞轮机或者是和吼倾斜前进，吼飞轮机啦吼，或者是和你想的时阵，伊是斜的吼。行斜的就对了吼。啊，但是伊些啥，结果例句是飞轮机平落来，啊，就是处安尼平落来。OK， 好。过来第二个平字，这另外一字啊啦，先煞学啦吼，赌死命叫做平吼，拼命拼一身死。好，有个人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吼，拼命拼一身死。好，我拄则想要知另外一字是屁伫涂骹迄入去啪，咱拢学着嘛？屁也袂学着，来看一下 ，PHIH。屁吼，汉字伊用匍在地吼，迄个匍，拄则咱讲拍是反复迄个复嘛，啊，所以汉字诶无共汉字其实共意思啦吼，啊，伫个你若看日语吼，伊诶某一个音，比如讲屁吼，伊就会用无共汉字，伊就会当写无共汉字去飘即个音，伊用汉字去飘音，安听有无？所以日语是颠倒过来吼，所以你可能某一个音，你若去查现字电视，你看伊汉字用几啊个，啊结果拢共意思吼，这就是因的汉字的使用法咯。比咱台湾自细汉比教的迄种汉字的使用法，搁较 flexible， 搁较灵活，搁较我煞袂晓用到什么形容词吼，搁较灵活啦吼，所以迄种才是较好诶，我所认为较好诶汉字教育法啦吼，毋是自细汉你中华民国所教你种足死诶，真正足死板诶迄种汉字教育法，实在足歹吼。好，来继续咱转来咱诶历史典吼。所以即个屁呢，你要汉字，你要写复写符吼，写我读华语啦吼，你要写反复迄个复，要读浮在地迄个复，其实
不管是屁还是拍，拢会使安尼写啦，绝对是无问题啦吼。好，例句，跋倒屁落去，屁落去，写两个屁吼，跋倒屁落去吼。这就是台语的另外一个趣味的所在吼。屁是一个动词嘛，屁落去吼，我毋知要安怎讲。其实华语嘛有啦吼，尿尿，我们去尿尿的头一字是动词嘛，第二字是名词嘛吼。屁落去，头一字是动词，第二个是毋是副词呢？我都毋知吼。跋倒屁落去。这个部分伫台语内底拢有一种尾咧。两个 V 嘛吼，你意思有两个 V 吼？伊就是动词，这是动词他字。嘿，吼，这是动词他字，所以尾落去，也是尾咧，也是尾啥，就是迄是动词。含华语的理解，迄我毋知影。总是台语的，伊就是动词他字。嘿，就是两字动词他做伙。譬如讲，食咧，嘿，看咧，嘿，对。当然后壁，伊所斗的迄个是屁落去嘛。嘿，是。屁落去甲屁落去，迄个语感的真差，有可能是讲屁落去是一个状态，屁落去，敢若有一个连续的迄个语感，行一个无好势煞屁落去。嘿，比如讲，无拄好甲车倒。嘿，车倒，这嘛是尾倒安尼，所以台语的他字足多元、足丰富的。嘿，伊会使形容词他字，会使动词他字，他字了，伊后壁会使斗的物件足多的，对只记的字词顶是落去，吼，也是讲车倒，即个倒落去的倒，吼，也是反正有够多就对啊。迄个语感对我来讲就是屁落去，就是伫遐，就是伊迄个，就是最后状态就是落去伫遐。不过若屁落去。迄就是伊敢若可能去踢着，还是安怎有一个连续的动作，迄个语感就无共款。对，我即摆一直读下来，一直咧当时咧想讲，到底为虾米我有时动词会踢两字？譬如讲，你药仔紧食咧，吼，嘿，紧食，嘿，对，这是甲你算你甲你吹，吼，拄则讲，拄则讲，无拄车倒，毋是你爱较注意嘛，物件拢车倒，吼。这是你家己警告，当然毋是遮尔严肃啦吼，是等于甲你提醒安尼啦吼。我发现讲即个当即个两个动词夹做伙时，其实内底拢有情绪的，只是情绪无共吼。小想一下，我个想看嘛。感谢马文吼，咱斗阵来想看，为虾米动词爱读做两字？系啊。阿宽遐所采字词顶遐例句拄拢是我手头是即个日本人编的字词顶所有的。孙上佳音即本东方台湾语词典内底的。OK， 你是抓本的哦，抓本的哦。嘿，抓本的。哦 ，OK， 抓本的，就是讲，拄则迄个平字，酒醉得平，吼，也是平落去狗仔年安尼，吼，即两句拢是拄则阿宽伊遐所读拢是即个平。平的另外一个音就是偏，张如峰教授这本字词典伊嘛甲平和偏当作是腔口差，所以张如峰教授伊是注重伫咧偏这个音，伫平遐伊就讲麻烦你看偏这个音，所以对台语人来讲，就是伊有无共的腔口，不过对编字词典的人来讲，伊原则上就注重一个音。可要咱你查台字大词典也是今字典哦，反正就是找台语内底找会到的。你找会到内容的，就是迄个编字词典伊要注重的，也是伊要当作主要迄个音。另外一个腔呢，伊就是讲即个音和另外一字共款，所以平甲偏是安尼的真差。两本字词典伊注重的腔口是无共款。过来就是屁即字屁当然是跋倒拍伫遐。所以对张龙教授来讲，伊就甲屁当作拍是共款意思。所以张龙教授的字词典就是，你若想要知影屁是啥物意思，你直接就去看拍这字。毋过伊迄个屁，伊个延伸出来意思，这嘛是
台语到一个程度了，才会摕出来用的。啊，毋过迄个字是无好的意思，就是张龙教授记的就是咧讲骂的，咧问别人老母的吼，这是延伸出来意思。佮另外一个是较粗了讲，咱会讲卖插伊，啊，伊记的就讲卖屁，就是延伸出来意思啦。啊，所以变成讲无共的字词典，伊有当阵啊，伫咧找遮的字句的时阵，有当阵啊是牵涉着讲，即个编字词典的人，伊有去倒位字词典编着，或者是有去采集着的意思安尼。以上。你拄仔讲迄无好意思，伊是屁还是拍你？屁。OK。拍袂。拍目前我无听到甲拍摕来咧共骂。啊，我若屁就有当啊气就搞着讲，你若无去用屁，就是叫伊去用迄种就对啊啦。我今日才学着呢，即个骂人的屁，我今日才学着。就是伊记的就讲，你去用屁，啊，就是你去用伊后壁，我就讲，目前咱的台语字词典大部分拢是双语的，就是用华语去解说台语。张龙教授即本就是用中文解说台文，啊，日本人的字词典当然是用日文去解说台文。啊，即个伊记即个讲，你去用屁，伊的中文就是，迄中文华语讲的去你妈的，啊，这有当阵啊对咱伫使用台语的时阵，因遐个华语人袂堪你听到一两字啊，咱的台语歹听话，也毋过因的华语煞一大堆，除了若做过兵的人，迄伫部队内底听到班长，迄嘛咧搁较侪，用抄的啦，用啥物，反正一大堆字就对啊啦。啊，台语可能较直接，也是较直听到是用 KAN。啊，即摆即个 PHIH 是延伸出来。啊，当然，一个语言久了，自然嘛会发展出足侪即种的。啊，只是目前台语的地位伫台湾就是相对较低。啊，一两句啊，即种话的时阵，遐个讲中语的人就随出来碰讲，啊，你安尼，伊搁用中语讲，啊，你安尼我袂晓教囡仔，拢讲遐歹听话安尼。啊，毋过实际上，逐种语言嘛是拢有即种文雅的。也是歹听，也是粗俗粗鲁的嘛。以上。好，感谢嘛。咱转来继续看即个台语大词典咯。即个屁字吼，跋倒屁落去吼，即个两字动词的咱另外找时间再来斟酌来想看嘛。两字动词他字诶使用的即种，到底什么情形之下来用吼？好。例句过来是第二个例句是屁伫草坡吼，就是拍伫草坡啦吼，趴在草坪上面吼，屁伫草坡。过来是屁拍吼，屁拍啊，伊是咧写啥？屁拍啊吼，就是屁甲拍就写做伙啦吼，屁拍啊。好，过来呢，伊第二即个屁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叫拍屁吼，是共款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拄则马有讲迄种歹听话吼，骂人的吼，伊就是伊写汉字是写即个干字啦吼。OK， 例句是互人屁尻川吼，所以我对即个例句来想，应该是讲互人屁尻川，就是你爱拍的嘛，即动作是拍的迄个动作嘛吼。所以差不多，因为读国中的时阵，就是而且这有当阵啊，我的一个语感就是讲，直接骂 KAN 的时阵是平等的，或者是相对下我较强，啊你较弱，我就用 KN 甲你叫。啊若我较弱的时阵，我就会讲你若无去用屁安尼，啊就是屁这个动作就是拍伫涂骹嘛，较只偏天嘛。讲即句讲，你若无去用屁的意思，就是讲我也无你的才调，我即马现主是无法度甲你安那，我只有什么中文讲好逞口舌之快嘛，我敢会使用话来互我家己阿 Q 嘛，你若无用屁啊，你去用屁啦，就是安尼尔。
啊，我是自虽然到大汉就袂直接去讲尻川传，就讲直接讲你去用屁，你若歹用屁安尼尔。啊，所以即个屁就是使用时阵就是爱相对较注意一下安尼。即个用法我今仔才学着，我从来毋捌听过。嘿，好，无啦，毋是啦，毋是即个意思啦，是我真正毋捌听。我出身草地吼，我听过的口干辣椒吼，袂比你较少，绝对是。阮老爸、阮阿公因讲话吼，真正是用即话离你最古道的啦，逐句都有的啦。我虽然讲阮阿公因拢捌字哦，因为阮阿公因拢读过汉学啊，但是阮庄脚人，阮最残人嘛，你着知影迄个环境吼。无讲话无安尼，无迄个开口，敢若讲毋是查甫安尼吼。嘿啊，甚至我家己本身其实有时啊嘛是会，我讲较早啦吼，30岁以前吼，定定嘛安尼即种讲法吼。嘿，迄毋是好习惯啊。甚至我读大学的时阵，我和阮同学咧开讲，我着用迄个小字吼。我毋知影迄字是歹字，你知哦？我以前读大学，我佫毋知影迄字是歹字。嘿啊，我自细汉听大汉啊，我着讲话安尼讲，直接安尼讲出来。我阮同学说：“哇，你讲话遮粗，我讲遮对一字粗，你讲迄字我讲哈，即字粗，伊讲会对，即字啥物意思？解释我听我都知哈，是原来是安尼。啊，着迄字着10本啊。嘿啊，我着毋知啊。我对我来讲是语文做书尔。是自读到可能小学啊，无一定知，啊，毋过读到各种高中就知，啊，就是。无，从来嘛无人甲我讲过，袂使安尼讲，讲话袂使安尼讲。你着知吼，这是台语当咧欠失教育，欠即个教育系统，所以无大人是大人，无安尼甲你教，你根本就毋知影吼。好啦，咱讲到伤远去啦，转来小说家啦吼，批拍拢讲过啊，小说伫倒位来？是拄则对一字，我本来无想要早的一字开始吼，就拍伫面床记倒讲即字拍哩吼，咱对拍已经玩到遮，写到遮已经过46分了。今仔规节课就伫即字顶头吼，但是学足侪啦吼。好来，咱继续看咧吼。感谢，个著是一直祈祷啦吼。感谢上帝吼，食酒配虾仔鸡吼，我毋捌听人讲虾仔鸡啦。虾仔鸡是啥物？虾仔壳哦，我毋知啥叫虾仔鸡。鸡是海产类的生的物件。哦，我知，你讲我想着嘿。伊就是海产类的，袂是牛肉、鸡肉，拢是虾啊，无就是鱼啊，啊，所以拢是鱼鸡。虾鸡啊，当然虾啊，可能是较细无一般，因为迄就是算面配咧配咸的啦。所以之前咱刚刚讲到什么所在，嘛是讲对，你讲我，咱捌学过即字对，你安尼讲我想到咱捌学过即个字，啊，但是我因为生活中我就含咧用着，我袂晓，你知。这嘛是我学台语了后才知有这个叫做鸡，啊，细汉食拢是食菜配蔬菜，毋知影有鸡。啊，迄个鸡佫是味足重的，甚至有一个笑话，就是讲有一个人拢担虾鸡咧卖嘛，啊，伊个味足重的，啊，有一天有一个担肥的去经过共款的路线就对啊，就讲迄个担虾鸡也是鱼鸡咧卖人，甲即个担肥人行的路线拄啊共一条路，啊，有一摆就是迄个。担虾鸡的人无来，啊，算里要买的人拢等足久啊，奇怪，哪会拢无来？啊，怎拄啊迄个时阵有一人担迄个担肥，担到遐的时阵，忽然间腹肚胀住啊，是安怎要去落屎，紧去墙栏内底去流啊！啊，要买虾鸡的人啊，来到遐奇怪，哪会无看迄人啊？啊，看到担伫遐，啊，味佫共款，就去甲谈看，囡仔气面仔无啥相关啊哩，啊，所以就一个笑话讲啥物打屎袂偷食的意思，就是迄个
搭下搭肥到半路去绕赛，结果看到那一群人为了伊搭遐，毋知咧创啥，伊嘛歹势嘛，无直接冲出，讲迄是我搭的肥，你是咧创啥？啊，就边仔咧偷笑安尼啊，所以迄就是加迄个味足重的啊。我嘛毋知啥物原因，重到紧的因分袂出来讲，啊，即马打来这到底是肥还是假？我嘛毋知是啥物原因。OK，即字啦吼，咱捌学过，但是我袂记啊。伫监理顶无即字吼，大理老师顶有收即字，但是爱用即个鬼，也爱用另外一个腔口音，鬼去读吼。我记得我顶回学的是鬼啦吼，鬼啊，漳州腔是。假吼，啊，另外一个台湾音我就袂晓念吼 ，KERE 吼，鬼，可能过会款吧。鬼，我袂晓念吼。好，来，咱来看伊的鬼说讲，说要鱼啦吼，鱼迄个鱼囝吼，说要鱼吼，或者是虾啊、生盐的食物吼，就叫做假鬼吼。伊的例句是咸鸡咸鸡吼，咸鸡正鸡正鸡哦，正鸡免偌济盐吼，正鸡免偌济盐吼。意思就是代志都强要成功吼，搁下小可功夫就会完成吼。正鸡免偌济盐吼，搁小可搁做一个就好啊吼。正鸡免搁刻偌济盐啊，一滴仔就好啊吼。正鸡免偌济盐吼。咸鸡咸鸡吼。好，另外鸡有另外意思啦，饼或者是鱼干失去原形无完全吼。这叫做鸡，啊若完全叫做旋吼，上三对的词啦吼。我看卖有例句无例句，鸡吼。所以是啥？讲鸡鱼、鸡饼嘿吼，失去原形无完全嘛。我毋知我袂晓用啦吼，即个我袂晓用吼。第三个意思讲地甲拿青姜形的拳头母拍人吼，这叫做鸡，这个鸡啦，这我就知啦。我自细汉就有个老师会用这个鸡吼，甲你鸡头壳吼，五斤鸡我就毋捌听过吼，讲甲你鸡头壳吼。就是差不多地拳头母迄个意思，对头壳磕落去安尼。对，对头壳甲你。对方五斤鸡就是安尼啊，系五斤鸡啊。哦，你捌听过五斤鸡哦？OK。我嘛是学台语了，才看到，迄个做五斤鸡啊。我讲普通是简单磕即个动作尔尔，就是用手去做的动作啊。啊，若是鸡头壳即个动作，我是自细汉我就知影，我就听过。迄个动作我拢讲徛啊。哦，讲徛用徛，我讲鸡啦吼。鸡就无一定是讲足大力甲你撞上去吼，毋是足大力甲你打。鸡其实是用迄个，那敢若用迄个力吼，伫咧你头壳顶，安尼甲你要怎讲？鸡就是划过去安尼，但是都足出力的吼，啊，甲你划过去，啊，因为头壳你的筋安尼有。鸡个其实会疼嘛，鸡吼。做学生囡仔足极小足调皮，就是你讲着切巴拉皮，就是手啊，然后快速缩过，还是用手刀还是啥啊，然后对头壳皮顶悬也可能10分伊5分伊迄个范围就甲缩落去，毋是真正讲什么对耳啊啦、太阳穴遐大部分的头壳无着对。可能对后壳甲倒位安尼切落去，迄是讲切巴啦啊，所以有当迄个手伫对头做的动作有几落种几落种形式。有当阵是可能大人听到囡仔你个笑是安怎经过行过，就真正就甲五斤鸡就甲劈落去，还是甲跪落去，还是安怎？啊，阮咧讲的是讲手做一个啥物动作，对头壳顶甲劈落去的，啊无就是甲。缩落去，还是拔落去，还是切拔啦迄种方式安尼，所以，即每一个动作，伊可能迄个情绪强弱嘛无共款，啊，要表达的迄个
迄个混开程度嘛无共款，有几落种程度就对啊。来，感谢马文所讲的即个卡字，我今仔才学着吼，卡吼。咱来看即个卡字吼，大理大师咧嘛有修吼，两个意思啦吼。咱先看即马讲的即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叫做五指定安用指巴去拍吼，都拄则讲的吼，就是迄个动作。除了我拄则讲的迄个出来甲你划过去以外，你甲敲一下嘛，是叫做过啦吼。看是划过去敲一下，拢叫做过吼，伫头壳顶吼，迄个过。啊，所以即马即个卡看就是敢若只敢若甲讲一个安尼甲敲一下安尼吼，叫做卡。五指定安用指巴去拍吼，即叫做卡吼。咱来看例句讲，歹囡仔放卡头壳吼，拄则嘛有嘛用讲叫做变吼，卡吼。啊，伊的腔口差有的是读做管音，有读假音吼，看你拢会使吼，卡吼。啊，另外即个卡字有另外一个意思，完全无共意思啦吼。布甲纸顶顶的即身打扫叫做卡，纸卡，布卡哟。我毋捌听人咧讲啦，我无晓安尼讲吼，但是都 OK 啦吼。卡就是打扫吼，可能是你纸来打扫有迄声嘛吼，卡吼。可能你这我感觉这个卡字是状声词啦，就是形容迄个声的一个词啦吼。比如讲，甲你用这个过头壳，甲你过头壳，迄个卡字嘛是，就是我即马发出这个声音嘛，迄个卡字吼。所以这就是用状声词来当做动词。对，我认为。这个字音，卡这个字音教育部教典无收，伊敢若收一个恶卡。敢收一个恶卡，啊，迄个恶卡是真做恶的一个程度，伊用塔字来表示。是。啊，所以我就讲，恶卡是啥物？就是恶嘛，恶的程度到啥物程度？到卡迄个程度。啊，所以我就讲，这个是属于拟声词、状声词。我个人感觉无需要去找一个汉字来斗。目前教育部就甲伊找一个确定的迄个卡的汉字来当做恶卡这个卡的汉字。啊，这就是。对我来讲，我就讲，迄个卡就是你砖头啊钉咧，啊用迄个指目去卡一个所在，叫做卡啊。啊，当然卡头卡是本厝虽然拢会去做的动作，还是叫许大人做的动作。迄指目啊对头壳顶安尼卡落去，真正是真疼，比较疼。啊，我嘛毋知，就是教典无收即个字音。这叫做。我讲一下吼，插一下吼，这叫做台语好青文啦吼。其实我足鼓励大家写台语好青文，毋是华语好青文哦，毋是什么母汤吼，不要写了，乌白写吼，这迄毋是。但是你会当用台语好青文来练习台语的迄个汉语发音吼，我感觉会当安尼来练吼。什么呢？什么意思呢？譬如讲 cream 吼 ，cream 你要先写台语，你写袂出来时，你就写。库里姆吼，库就是姓库啊，库上姓库的吼，库里，因为我最近才伫咧出来看一个，库里姆吼，伊就写库里姆这就叫做，对，这就是华语好青文吼。我真鼓励大家安尼写，等你袂晓写时，你就安尼写吼。你会当甲迄音写出来，用台语来念，就知影讲这什么意思吼。这就是台语好青文，我足鼓励安尼写吼。OK， 但是吼，迄真正会晓台语的人才写会出来，你袂晓台语，真正要叫你安尼写，真正写袂出来吼。写，嘿。当然，我鼓励安尼写，就是讲，意思是讲，你安尼写的时阵，别人看，伊就爱想办法用台语甲音念出来，伊才有法度理解意思。若无，伊绝对，所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看了汉字，你会想要用台语音来读，毋是用华语音吼。所以就是当养成迄个习惯吼。我安尼鼓励大家吼。尽量时间有限，我看卖啊，剩2分钟，咱今仔日一段甲学起来吼。感谢上帝，食酒配虾仔鸡、虾仔鸡吼，拢会使吼，就是小虾干啦吼。
感谢上帝，食酒配虾仔鸡，神仔的牛风头砍去，我毋知吼。为虾米伊会知我嘛看无吼？为虾米最近会知影讲迄个后壁有人来偷砍牛吼？是伊有看到呢，还是安怎呢吼？伊个写讲我毋知吼。好，落尾搁一段啦吼，咱后续回再来逐逐看吼。咱有时啊一日都会当看40分啊，所以我后壁迄段无可能看会了吼。来，咱来读一个好啦吼，大家定3个人来，咱来读吼。做一困甲读好了吼，我搁来读一遍吼。就拍伫面床祈祷讲，感谢上帝，食酒配虾仔鸡，神仔的牛互头砍去，我毋知来马文。就拍伫面床祈祷讲，感谢上帝，食酒配虾仔鸡，神的牛互头砍去，我毋知。过来是玉文。就拍伫面床祈祷讲，感谢上帝，食酒配虾仔鸡，神仔的牛互头砍去。我应知。毋是我毋知，嘿嘿。我毋知，我毋知。音了无好啦，我知，看起来敢若音吼，iron 吼。是。好啊，甲大家恭喜发财哈！新的一冬吼，逐工拢行运吼，行大运。啊，爸比可能无方便啦吼。Sylvia 欢迎恁吼，我呢真欢迎恁来听阮开讲吼，台语开讲学台语。Jerry 吼，哈利吼，真欢迎。有机会再过来啦吼。阮逐礼拜即当是台湾当时，礼拜日暗时啊8点的还是9点啊？我煞袂记。9点吼，9点吼。我食8点啦，各位吼，暗时啊，礼拜日暗时啊9点到10点吼，咱伫遮开讲，全台语的啦吼啊。原来是咧学台语，纯粹咱的目的嘛是学台语啦吼，内底。有我个人的即个政治意见吼，我有时啊吼歹势，我有时啊无拄好政治意见的出现吼。啊，但是你若对我政治意见有意见的吼，欢迎你莫来，我无希望你来吼。啊，但是你若讲要学台语，即只是绝对是一足好的所在吼。感谢各位，安尼咱今仔到遮我关房了吼。好，感谢，后摆再过来，拜拜。